4月1日下午，由澳門中華總商會主辦2025澳門工商業座談會於中華總商會大廈4樓舉行，經濟財政司司長戴建業出席參加，並邀請本澳多位工商企業和協會代表探討2025年當前澳門嘅經濟形勢。特區政府一直係從多方面支持中小企業持續咁樣經營、創新發展同埋提升經營能力，同時亦都着力優化社區嘅營商環境，為不同嘅社區注入活力。今年以嚟，特區政府持續咁樣推進以上嘅工作，並且因應最新嘅形勢，與時推進咁樣作出優化。今年以嚟，受惠於中央嘅惠澳政策，澳門入境嘅旅客數量持續咁樣增長。2025年首2個月，澳門入境嘅旅客嘅總數係達到679.4萬人次，按年上升咗10.4%。喺2025年嘅頭3個月，澳門嘅幸運博彩嘅毛收入咧係576.6億元，按年係基本持平，仍未達到每月平均200億元嘅預算嘅水平。所以本年度嘅財政收入或者未如大家預期般嘅樂觀，我哋必須要認真研判未來嘅經濟形勢，堅持基本法量入為出嘅原則，審慎理財。中華總商會會長崔世昌致辭時提及，橫琴發展對澳門經濟多元化嘅貢獻，係為澳門產業轉型提供重要支撐。同時表示，中總將持續配合政府推動經濟發展，推出更多鼓勵措施。橫琴發展喺10年間，經濟總量從可以忽略不計增長到去年嘅538億元，有力係服務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喺緊扣澳門加橫琴嘅戰略嘅新定位下面，給澳門嘅經濟發展帶來好多新嘅機遇，提高更大嘅發展空間。去年政府聯同中總先後合辦咗周末北區消費大獎賞同埋全城消費大獎賞，以及現在正推行嘅2025社區消費大獎賞，呢啲都係提振消費嘅措施，並且獲得居民同埋商界認可。中總將繼續配合政府做好經濟發展嘅參與者同埋居營者，並希政府推行更多支持同埋鼓勵民間投資發展嘅措施。會上，多間工商企業和協會代表亦發表從自身行業角度出發嘅見解，為澳門經濟轉型提供多元視角。